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風 Beauty。喺你眼前呢部係 Plasonic 等離子機，左邊嘅頭叫 PlaPAS 技術，右邊嘅頭叫 Sonopas 技術。我哋現家將機械機設定為療後修復模式，開機後選擇下面模式，將強度設定為 Level 3。而家可以拎起右邊嘅探頭，使用時係需要撳住手柄上嘅掣，同時需要用腳踩腳踏器。喺開始使用儀器之前，需要用我哋提供記錄體或使用自備精華，均勻咁搽喺左邊面上，另一邊面我哋稍後做嘅時候先再補上。如果想效果有顯著嘅提升，可以向我哋店鋪即時購買外備體，效果會增加2倍以上。呢個時候，我哋可以拎起探頭，撳實銀色嘅掣同腳踏器開始，大家可以跟住我哋影片示範同步咁做。我哋以打圈圈嘅形式，每10秒為一個點咁去做，大家可以跟住畫面上嘅時間器計時。等我都介紹返呢部嚟自韓國嘅 Plasonic 等離子機，左邊嘅頭叫 PlaPAS 技術。等離子探頭，等離子傳送技術結合醫學破壁同無痕填充概念，突破性咁打開肌膚屏障，創造隱形細胞通道，大幅提升肌膚吸收能力至5倍。而大家用緊嘅右邊嘅頭叫 Sonopas 聲頻技術，透過能量傳送門進行無痕填充，將活膚精華同醫美嫩膚療程嘅能量深層導入細胞，恢復肌膚純淨狀態。細胞修復儀嘅嫩膚5大功效： 1. 激活細胞，透過等離子技術激活肌膚深層細胞，促進新陳代謝，加速肌膚自我修復同更新。 2. 提升吸收力，增強肌膚對護膚品成分嘅吸收能力，使精華、乳液等護膚品嘅效果更加顯著。 3. 增強彈性，刺激膠原蛋白同埋彈性纖維嘅生成，提升肌膚緊緻度同彈性，減少細紋同埋皺紋。 4. 深層清潔，等離子技術能夠有效分解毛孔中嘅污垢同多餘油脂，深層清潔肌膚，預防痘痘同粉刺嘅生成。 5. 舒緩修復，等離子能量能夠舒緩肌膚發炎，減少紅腫同敏感現象，並促進肌膚屏障嘅修復，提升整體肌膚健康狀態。以上就係用做咗3次 Plasonic 療後修復同3次 DEP 嘅效果，稍後都可以係自助療程，向我哋職員要求做 DEP 療程，配合我哋有售嘅715精華，改善返暗紅或者暗粒等嘅問題。呢套療程係出面做一次要600到1600左右。呢個時候都希望你靜心享受返我哋嘅美容儀器，大家可以繼續跟住我哋嘅專業示範同計時器去運用儀器，以達至最佳效果。
如果有發現精華開始乾、推唔喐手柄嘅時候，代表皮膚吸收精華比較快，呢個時候可以先停止腳踏，補上精華之後繼續。我哋差唔多完成咗一次全面嘅療後爆水修復，呢個時候你會感覺到極短時間內將肌膚狀態還原至嬰兒般嫩滑，全面提升肌膚質因素嘅感覺。經過全面一 round 之後，我哋可以針對返特定暗瘡位置、炎症導致色素沉澱或者疤痕等嘅地方，針對性搽上精華之後再做儀器。因為特定部分處理，精華會吸收得比較快，所以可以密啲咁補上精華係想處理嘅部分。
我哋差唔多完成啦。大家呢個時候應該感覺到皮膚好似充咗電咁嘅狀態。我哋蜂 Beauty 多謝你享用我哋嘅服務。Plasonic 細胞填充最好就係1至2星期定期做一次，無論有冇炎症問題都可以做，作為為肌膚補充水分嘅一個保養。如果有炎症問題，可以1星期做一次；冇炎症問題，可以2星期做一次就可以。再次多謝大家享用我哋嘅服務。